上一節講到烏梅丸，古人用嚟醫療膽道蛔蟲病，而我作為一名醫科學生，淺層理解呢條方劑有一組寒性藥，一組熱性藥，而重用烏梅嘅酸性，將寒性同埋熱性黏合為一體，令蛔蟲遇上烏梅嘅酸性會靜落嚟，而遇上辛味就更加躺平。而黃柏黃連苦寒就會引佢下行，於是就起到安回嘅作用。現代治療慢性結腸炎，道理喺人體上部偏熱，下部偏寒，中焦堵塞，分離得耐咗就會生病。烏梅丸運用一邊熱藥一邊寒藥，調到人體嘅寒熱平衡，將中焦逐漸打通，結腸炎就會慢慢好返。而古代都係運用烏梅丸嚟治久瀉久痢。